大家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今日我教大家合拍舞图，向下来运动，怎做得保持好的身材。故所我哋要来学习团舞图，帮大家好好来运动。第一个动作是，我哋非常的简单，手柄上面1、2、3、4，再来一道哦，非常的简单，脚往旁边踏，1、2、3、4，向下来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这个动作呢，我哋要改变方向，轻轻的往旁边转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的时候呢，往后退。5、6、7、8。每一片上1、2、3、4，同样后退。5、6、7、8。再来一道哦，准备哦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有好不忙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？再来一道哦，准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我哋喺做一隻動作嘅時候咧，我哋會肚子胸腰豎起來，手伸直，1、2，有細細地拉到旁邊的側腰。故所我哋會1、2嘅時候有一細細的延伸的感覺。3、4，胸腰哦，1、2、3、4，後退，5、6、7、8，本片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安尼大家有看清楚冇？再來一道哦，準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下一個動作係，我哋會叫打開來。唔過腳尖朝另外一個方向，一隻腳踮起來，斯穩1、2、3、4，再來一道哦，準備開始1、2、3、4，穩片上，同樣腳尖朝另外一個方向，1、2、3、4，然後兩個腳踩在地上，有些的轉方向的感覺。1、2、3、4，本片上5、6、7、8，有看清楚冇？再來一道哦，準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，本片上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故所我哋會腳跟會一細細地提起來，接下來我哋會加上數1、2、3、4嘅時候，數卡起來。1、2、3、4嘅時候，變下來3、4，本片上同樣1、2、3、4，再來一道哦，準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這個動作非常的簡單，再來一道哦，準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接下來我哋會學嘅第三個動作係往前踩，1、2、3、4 V 字步，再來一道1、2、3、4，我哋會數輕鬆的擺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再來一道哦 V 字步，預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，再來一道，準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，大家就做到當好。接下來我哋要留第二個動作，留第三個動作接起來。故所我哋要第二遍。1、2、3、4 V 字步，5、6、7、8，本片上1、2、3、4，同樣 V 字步5、6、7、8。安尼大家有接起來冇？再來一道哦，準備開始。1、2、3、
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再落一道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安尼大家有好袂嘛？再落一道哦，我哋要從第一隻動作接過來，準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落一道哦，準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安尼有看清楚冇？然後就會較腳到嘅，再落一道哦，準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落一道哦，同樣哦，然後就會較腳到嘅，準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注意看老師的數，人家就會數1、2、3、4的時候，手肘要放輕鬆，張落會踩，張開一擺。1、2、3、4。本片上同樣1、2、3、4，再一道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下來，我哋就再一擺，從第一隻動作接到後面，準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安尼大家有聽得到冇？接下來，我哋就愛配音樂來一擺，準備咯！預備，5、6，開始！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，再落一道哦，準備哦，然後就第一隻動作會慢調嘅，準備哦。5、6，開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本片上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落一道哦，準備哦。5、6，開始！本片上。非常好，接下一擺哦，準備。6，開始。OK， 文片上。準備哦，用大腿。V 字步。非
以上吼，大家就做到动好哦。接下來，我哋要調整呼吸，休息一下。